草蜢日前現身台北大巨蛋，為一個明星棒球賽嘅賽事擔任表演嘉賓。三子一登場，隨即炸爆全場，以3首金曲掀起高潮。呢次表演係草蜢繼月中為5月天嘅台北站演唱會擔任嘉賓後，喺同一個月第2次再作客大巨蛋。三子嘅表現一如既往完美發揮，但估唔到開 show 前發生咗一個小意外噃。咁啊好開心啦！第2次嚟破呢個大巨蛋啊，咁好開心，咁啊好難得有呢個機會，因為我哋咧香港咧就好少接觸咧棒球賽嘅，咁啊難得今次咧呢個明星棒球隊嘅比賽咧，我哋可以喺呢度表演啦，咁啊對住成幾萬人啦，咁啊非常場面震撼啊！5萬啊！係啊，咁啊好開心啦！咁今日咧，但係都仲有出場時有少少意外，咁啊因為我哋嗰啲耳機咧就有啲失靈啊，係啊，咁啊搞咗少少時間，好彩咧就以前咧我哋都周遊列國咧做咗大小各樣嘅演出啦，咁雖然有少少啲意外難唔到我哋3個嘅，唔係咩叫老的難。草蜢早前宣布1月中將會喺小巨蛋開 show， 但經過2次大巨蛋表演後，佢哋都話好想開一次大巨蛋 show 啊！聽到呢5萬人嘅齊歡呼聲同埋齊喝彩聲咧，真係齊歡唱同慶賀，開心啊！真係開心啊！係啊，嗰個震撼力真係好犀利，好犀利！我覺得你即係第時咧，即係雖然咧我哋1月中咧就喺小巨蛋啦，咁但係咧我覺得第時有機會咧一定要嚟大巨蛋開。頭先唱《寶貝到俾你》，我話俾你聽，全場一齊唱嗰種震撼咧，着晒嗰啲手機嗰啲燈，直情我淨覺得哇，好陶醉啊！我好似去咗睇即係南極嗰度睇嗰啲滿天星咁樣，好好睇。好靚同埋好震撼啊！我非常之 enjoy 頭先嗰個 moment， 必定要翻嚟開演唱會，翻到屋企咁樣嘅感覺。好正！我哋跑咗成個大巨蛋1週啊，幾開心下，因為可以真係感受每一個大巨蛋嘅角落嘅所有嘅 fans 嘅力量啦。係啊，同埋我又感受到咧，劏巨蛋原來都幾爽。指你啦，喺中間跑過去，又要我哋兩邊跑，原來去中間咁樣行過去嗬。嗱我啊真係跑勻全場啊，沿住嗰邊1個圈啊，真係我係跑來回啊。